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豬豬拍賣會嘅13啊。今日講得拍賣會嘅話呢，就一定要講 LB 啦。OK，講緊所有朋友仔接觸中古一定會入手嘅一個品牌啊。LB 咁 LB 最signature嘅就係佢嘅老花啦。咁老花圖案呢，其實佢都會有4種嘅。OK，今日呢就要講一講佢嘅年齡啦。係啦，點樣講解佢年齡呢？首先呢，我哋要講嘅80年代嘅一個長輩級啦嘅一啲 LB 嘅話呢，咁基本上已經係去到30-40年嘅一個年紀㗎啦。咁保存得好或者而家仲見到嘅呢，就相對地少嘅。咁佢老花亦都係好少見㗎啦。咁然後去到90年代至到06年左右呢，咁就係喺市場上面常見到嘅一啲款式啦。OK， 20-30年嘅一個款式啦，係好常見到嘅一啲系列嚟嘅。咁去到啦第3代啦，咁講緊去到06年至到24年之間嘅一啲款式啦，就係而家係啦最多接觸到嘅一個版本之一啦。咁當然去到24年之後啦，就嚟到今時今日啦，亦都係最新一代嘅一個老花圖案。咁每一代圖案咧，亦都會有啲精妙之處嘅。咁之後同大家慢慢講解嘅。OK， 我係13。